来乡亲啊，回头来看花莲的光复乡，即摆有济志工帮忙咧清烂土。啊，讲发现一个状况，就是在溢流的烂土是真黏、真可，色水阁特别深。公共卫生专家提出着警告，讲即款的烂土无排除已经受到重金属的污染，提醒当地民众唔通食井仔水甲地下水。就算用大机土法土甲真实手，嘛是真了气力。花莲大水扫过，想要清落瓜糜真无简单。好像豆腐啊！废厝刮到厝内，规片落瓜糜连天天个顶倒，毛民众无用土法，用手直接挖。有志工拄到几块真高贵落瓜糜，表面小可顶起，卡紧囡仔大个险啊贵人落落去。一楼规个落瓜糜是水的正年轻，恐惊是因为早就受到污染。没有工业污染，它是属于天然的污染。水灾跟这个会不太相同的原因，是因为它的泥沙它会沉积。讲卫生时恐土沙水灾害绝对袂当代替，因为台湾东部算是变质咸的环境，有侪含量的重金属。若拄到大水灾害，就把这重金属冲到周边农产水源地、农药肥料、工厂油料等等，互民众第二摆当着风险。亲像啉的水、农产、水产品，拢可能受到污染。若是严重，就恐惊造成神经毒性疾病，甚至提悬着癌的可能性。土沙水熊熊灌灭的问题，即马上侪人烦恼是崩山湖的水敢会阁灌入来。目前湖水只剩下610，也是只有原来的大概只剩下6.6%，我们仍维持红色警戒。土沙水灾害已经过1礼拜，各园慢慢中间的过程，嘛爱时时刻刻谨慎注意，防止第二摆伤害搁一摆发生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